前牙的反咬或者是错咬，是指下颚的门牙夹伫个上颚的门牙头前，外观看起来有淡薄仔好倒。发生的原因有齿列甲骨骼等真侪因素。如果无治疗，可能会造成咀嚼功能的受损，甚至外观甲心理的压力，影响到下高顶。因此，基于病院齿颚矫正科的医师刘廷伟建议，家长会用个趁着儿童换喙齿的时，注意门牙是毋是有反咬，适时来评估甲矫正。会常见发生的病因呢，大概可以分成3种啊，像是单纯牙齿性的可能是一些换牙的过程导致它萌发路径有错位。那或者是比较根本的，就是来自于它骨架发育上，上颚骨后缩啊、下颚骨前凸都有可能会导致前牙错咬。那第3种常见的原因呢，比如说小朋友喜欢有一些不良习癖，咬上嘴唇啊，或者是一些不好的学星星的动作，把下巴往前凸。那这几个情形呢，都有可能会导致前牙反咬的发生。一般来讲，其实在6到7岁开始换牙的时候呢，家长其实就可以注意看看他门牙长出来有没有一个前牙反咬的情形。那如果有的话呢，就可以尽早到牙科门诊或是齿颚矫正科评估，看看是不是可以做一些矫正的治疗。那矫正治疗的方式呢，就又会依据它到当时的严重度，会有不同的治疗方式。医师表示，早期的解毒治疗，有时会用借由局部的矫正装置，亲像压舌板、斜面咬合板，或者是局部的传统矫正器等，降低治疗的复杂性。乳化治疗进行全口的矫正，就必须要经过1-2冬，才能成功来改正错咬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